我说昨天这边没人嘴有说的，他们不能遇到，你要跳，谁跳？后来我看雨好大，我没有去。
那个景点站啊，刚刚去这儿了那个，有点点那个，这儿一直下雨。
家今天点赞我没有用抖音这个，要实用点这个。这两个是最好的，这两个是这边飘雨啊，飘毛毛雨。算了，我就不朝你面走了，我走这边。哎呀，拉碎了。没两个。都到2圈了，我都夹到中间了。
当我拥有钞票要你了耶，少要我手心那片嘞，怕你要比你把那片嘞，都干嘛的你说叫我莫依赖，啊不在啥人老的那拉中耶，那金沙狗一个不碰那就你，哎要不能对比当从前的嘞，都干嘛的从嘛的莫差莫依赖。要点下去，哎呀，我就把那个手机交上，我已都喜欢，可以横屏吗？不用，我都是横屏。可以横屏不？这不是真实拍照哈。不是我的直播。哦，这是外哦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哇塞，还在外网直播，这么厉害！在横屏。这边。今天他有事儿，他没来，应该。花真巧，他今天花真巧。Let's
这边有鱼啊，咱们在前跳。啊，昨天去了。这个是呀，天干的呀！俺等着来一个。没有表彰啊，这几点把屏幕弄烂的不理解。因为我在摄像嘛，所以我没办法操作。
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不会说。你叫我们叫什么？我叫008，哎。哦，他也在问你，他说008的一个，你是谁？还没有。我说你是哪个？一个。哦，你要去这儿啊？认识这儿啊？他出来。小女孩来了，小女孩来了。从秀日开始，带动来喽！这些女孩儿，你看装吗？啊，站起来，拉错，没懂。
哇咻。那个在直播啊，那边也直播，那个是曲墩的，曲墩的，曲墩的。
没有。这是什么？有。你发给他嘛？这是什么？是那个这个。就转圈圈那个，罗马那边会别过的。扎西。不要跳。马老师呢？来。线里什么线？这转圈圈那个。这个新的。我也觉得可以。哎，吴静，哪儿水？这个饮料我买的。哪的？他跑到边上去了，他曲轴跑到那边去了，那边上去了。把王晶下来。我跑外面去了，外面淋雨了。下崩了，跳了。对，叫他们点赞，我现在我在拍摄，没办法站起来。上当中的是你。
我把电给充，没电了。
西湖游戏吧，西湖游戏。走吧，几点走的？9点10分。就是新的。难道？难道你怎么的？水去过的。
还跳，还让你们跳。我觉得这个乐器可以，你们可以背生活主义好这个乐器啊，好像好像生活主义好，生活主义好，生活主义胸前一对吧？啊，我们看一下马尾山东，也跟王清呀是疯了。看看这动作，有意还是无意的不知道。有古典动啊，真的是有点。再来个，还有这个手慢下来，又快起来，它就是。今天晚上太秀了，真的是看到不一样的王琴了，没治了，对。合掌舞一般都是先慢后快，到越后节奏越快。以前的合掌舞都是这样，节奏越来越快，越快越快。对。又来了，又开始了啊！又开始了，我就知道要开始了。啊，你们要录屏了就赶紧录啊！哎，一脚都不下。开心一点，对吧？好，要跳那个了。看看这个长发我。来，继续来。好的吧，好的。来，你看这脸都跳红了。这里面有多少个人？看着法相少女。那个是男的。拍过是吗？他没有拍作品。拍作品吗？每天都有，任何一个直播都有，每天直播都有。你们这个抖音这边不行，抖音这边发不了。太窄了。开始喽！来现在要看8米啊！看高了。打一个不能
鸟叔的骑马舞更好看了啊！鸟叔30包啊！我们王庆三哥在这里，鸟叔的退休了啊！达日锅庄啊，有点进入达日锅庄啊，这是拿手好菜，都在拍王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就不要转圈圈了，全部在这里拍了，全部是人都在拍，人山人海，现在是啊！达日锅庄啊，这叫。女孩子呢？就是鸟叔，也就是早生了几年，要不然的话，有他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啊，看看这3只小老虎，小虎队啊，小虎队，哈哈哈，厉害不？他们。哇塞！哇，前面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又来了！哦，跳到哪里去了？跳到沟里面去了吗？没看到人呢。哦，你看，春熙路女孩来了，他们也会。啊。看看这个脸是不是这么白这么漂亮啊？你看这个小身材，这个腰，哎呦，还是个绝屁股哎！这是春熙路女孩，春熙路女孩啊！啊，这是拉错门眼拉。你看，啊，又来了，3只小老虎又来了。只能看2个，3个看不到，只能转着给你们看啊！你看，啊，小虎队了啊，藏族小虎队。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没结婚的，不知道跳舞，能够好好经历啊！要早知道我们也跳舞了。秋季哈，长红腿儿。哎，这个王鑫来了，来了！看看，哇塞，人高马大，又跳得又高又远。有戏了啊！这就是斗舞啊！你跳过去，我跳过来，这小孩子也挺厉害啊！这是接班人，看到这接班人。在现在是你看到手是不是假的？哦！哎呀，搞得好好看。小网红的，比如说今天我去成都，拿点安巴拉唱歌了，成都那个。今天晚上王鑫要吃三大碗饭，应该要不然怎么能补充这个体力呢3大碗饭是吧？全是人，没有一个人走的，所以说都在看。对，昨天跳到10点了，昨天我们跳到9点40、50了。昨天晚上10点半。你是不是小李啊？啊？对啊。啊，昨天晚上跳到11点。他们在问你是不是小李？那就是小李啊，这个是外放的啊。太厉害了！昨天晚上是跳到10点45。10点45啊！青年梦里面。我的妈呀！昨天跳10点40。今天11点。空了吗？我们肯定空了。现在都是在看南海青年梦里面。青年梦里面全是人。先光对面有个商场。走了吗？那个全是药房。就是我们那边药的起全。走了。你们这边千秋万岁。眼睛很好，那你每天晚上来看啊！你每天晚上看，那你年轻了啊！看看我们王金帅哥，他们也接压呗。
他们要换就跳吧，然后跳到10点40。没办法。没有啊，就一点儿耍嘛。连10点跳10点钟他就回家了嘛，他是闷了嘛。不知道他们这边事情，我也去想过，离他那儿比较近，公路有公路吗？他比较顺路。公路在哪里去了？我也是。我马上走了。不跳了啊，今天。这都明天上班了嘛，主要是跳晚了，是吧？9点半。9点半了，他们应该9点半，他们都应该都下班了，哦不是，回家了，明天上班，都是有工作的。手机是谁呀？干嘛呢？他呢？他跟一个女生走吧。哪里？啊，看看曲转儿，不敢叫他黑蛐蛐了，一听到黑蛐蛐，谁说去还是去吧？我说他是黑蛐就蛐。卖了不得。那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有点黑，就给他取了个黑蛐蛐，然后就喊出名了。黑蛐蛐，我们四川的就叫黑蛐蛐的噻。这个是我知道这是盲闯，过来。用记了，应该账号，他应该有个账号。啊，你是不是没有？走的时候，新的嘛。看走的时候不是有在做啊？哦，他家里面自己干了。好了。辛苦了，008。没有。哎，这人怎么？能才来吗？有点27，看见雍真，雍真还是没来。雍真今天来了，没来，没看见雍真今天来，你可以把人家都接着噻。哎，我也走了，都9点半了。拉错。其实妹妹拉错，美女叫拉错，拉错太多了，有几个？拉错，这是我们妹妹拉错，还有老乡拉错，还有好几个拉错。那边有个就昨天晚上有个比较他们叫火车拉错，他是说他在餐厅里，他帮他把手，帮他手，他就帮了忙。他是厂长说的，别人嘛说的，他说这个很上去。别嘛，他是人嘛，真的去抢了嘛。那个他在全国里面全票。那个女孩子长得，她穿他穿丽丽没来呀？没注意了吗？没有啊。丽丽她是西城财务天府学院那边。他在读书，才。好久好久来着。好了。